會做咗㗎嘛，你諗到嘅啫。你睇到有嘢或者起碼 continue 落去。係啊，你如果出去對我哋有跟人唱歌嘅人同係我。帶人唱歌。係啦，有個人他跟着唱很笑，不怎麼樣，然後就對對啊，講得也說歡迎。哦，那些人模開那個歌都模仿他們。啊，我真的很厲害哦，那個模仿得很像哦。一個 online 啲唔知叫咩咩。我坐喺我面前，我哋人入去唱歌，今日我黑咗好熟嗰時喎。人哋開嗰個咪，我聽人哋唱歌名就你哋唱一首歌啊，但係冇音樂啦，放開所有嘢就出咗啦，唱到好咩歌？你唱你哋。你開正紙㗎嘛？你開正歌正紙㗎嘛？你要打豬落台喎，我哋加睇啦。跟住啲人講嚇，你知我先有睇啊，我唔知啊，我有睇。直頭得啦，你一個麥嘅。有嘅。啊，你本身有到你行上你排隊係咪？一到你行上台，你有得唱嘛？我看那個손哥是了，很熟啊，聽講熟。非食啲人咩意思？我唔知啊，我聽講佢3分鐘16秒打嘢。係啦，一分鐘打係一腳分一下位置。很強啊！古北以前幾勁啊！古北比孫中大過啦，你話古北，他拿上來是一直就砰一來這樣，他還有一個冰球，他飛了，哇，他踢了，好關你的什麼呢？你的骨哎。都強，不過沒有打咯。媽的，出去打你左，他開學校，開什麼學校？我聽不懂。所以，不是，他們講美國好多啲喎，好多啲有佢哋一出名咗啦，佢哋將做咗佢哋開始咁教人打落去。說過啊，當然只能做菜，是做那個人不好的。對，他就是不太說，係啊。他們講最強是體會的，對的。哪有？最強是 KTV 啊，有流血了，一插上去，流血了。啊 KTV 啊。最，我覺得最差嘅咩人講嚟講？假的，看沒發一個女生，你這樣子啊，我都會頂我，你會做到咁樣嘅頂嘅，係咪先？不要你，我哋一幫你，我俾你睇過，係一攞到你，打，一攞到你。打啊！打真打，對啊，對，他們是這樣子，他打呢？他在看手，最後水嘅，我沒打水，哦，對，你現在睇到就好，一執兩執。聽到水之後一把咁嘅，那這樣啊，我覺得他以前不美了，才真進步了。就啦，你就都唔係叫做 rock 㗎。係啦，叫咩？嗰陣時佢個名㗎啦，都係一個 rock 字。很渣啦，因為很多。係咯，佢哋出名嗰啲用嗰個名啦，到佢哋一出名係要一定換名咗嚟。我所有 KTV 的 KTV 我還有一些這種歐文。你就是這樣說。對啊，我那是真的是哇。